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3，耶利米書1章5節安尼講：我未創造你佇腹肚內的大生，我捌你；你未出胎的大生，我分別你做聖，設立你做列國的先知。三角來祈禱，阮未受造就捌阮，未出胎就分別阮做聖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、永在、永存的創造萬有主宰。你起頭下地的地基，天也是你的手所造的。主啊，世上一切攏要滅無，獨獨你久長直直，萬物攏要親像衫漸漸舊，總是你要將萬有改換，親像改換衫，一切就攏要變換。主啊，阮雖然卑微，總是你看阮最尊貴；阮雖然軟弱，總是你歡喜揀選阮來分別做聖。主啊，阮感謝你無比的疼，你未創造阮佇腹肚內的大生，你就捌阮；阮未出母胎的大生，你就將阮分別做聖，設立阮做列國的先知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